若无我，互伊生死。你特死！你若加我向前一步，我对伊无客气。爹，特死！武器放落，放落，放落，放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是哪个？想袂到你也有两步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报告，互你料想袂到哦！哼，讲，你将珠宝藏在倒啊？无，我无什么珠宝。什么？你无珠宝？哈！爹，讲，你将珠宝藏在哪？无，我无珠宝。你真是唔讲，我要你死哦！无，当是无。这是我讲是无？好啊，好你死啊！慢叫！我知影珠宝伫倒。好，珠宝伫倒。伫迄树骹。小姐，你哪知影珠宝咧树骹？因为我要看阮大爷带伫啊。好，带去看卖。是。对啊。你写伫啊？好，我咧讲哦，老华我无珠宝，我要先低咧头壳。你低头去，摕去。来去。先搞的。来，较紧的，到底是旧啊无啦？连米都有啊啦。是的，
所以，是啊。好，来，就阮这家人赶紧上官严班。是，一定啊！错，多谢你。今日若是你的头脑转变起来真紧，王家庄全省大势都爱无命。你是真有讲？无啊。我的囝爱我，我的囝爱我，我的囝爱我，害我，囡仔害我，害我，囡仔害我，囡仔害我，囡仔害我。小姐，你看，茶房那个小查某，搁遐乱哭乱叫啊！我听，实在真可怜。唉，小姐，我是还真想无呢。老夫人谁人要甲迄个小查某放走，偏偏留喺厝里叫吵死人。我那爹，甲阿娘，伊是想要知影主持的消息，所以这样甲伊留好。啊，等到伊都晓啊，留伊哪有效啦？唉，我想无，厝内底请的人遐尔啊济，老夫人就偏偏叫我逐工落来送饭去互小查某食。真想袂到，苗娘伊会变到安尼。讲起来，伊也真可怜。小姐，迄是朱七甲苗娘是太可恶啦！老爷甲夫人对因遐尔好，因竟然阁想要逃走。毋是，因两个毋是要逃走，因两个是要逃命。逃命？这是啥物意思啊？因为我那爹甲阿娘听信迄个地理师所讲的话，伊讲主持的后代以后是真主，佫会做皇帝，所以才将苗娘嫁互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伊阁甲阮阿爹甲阿娘讲，爱将因两个杀死，代志才会成功。真想袂，真想袂到阮阿爹甲阿娘会做这种亏心事出。小姐，既然假是安尼哦，咱更加阁较袂使甲苗娘留喺厝的呢。想要讲，你想看觅，即摆咱家己的囝已经抢过来，就应该放伊走。若无，将来伊的囝也是大汉，这代志绝对会泄露的。既然阁较慢嘛是有芳的啊。到迄个时阵，咱全家就拢变成迄个囡仔的冤仇人。哎，小姐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放伊个走啦。好，我放伊走，也通替阮阿爹甲阿娘减做一项歹代志。我不爱去，我不爱出去，我不爱。
找恁囝好无？我带你来找恁囝啦。多谢，你是大婆子，你是大人，你带来找阮囝。我找恁囝哈。找囝，爱找阮囝。天伦之间，实在难想。爹，你是什么时阵来？阿爹来去困咯，什么？连阿爹来你也唔知呀？哦，安尼我知影，我这个查某囝是咧看迄个祝福，看甲入神去吼。哈哈哈哈！朋友，讲实在啦，阿爹，你看祝福这个人，你敢想知影？伊愈离看来，伊个人中好老实又搁可靠，但是甲表演相比，真是天渊之别。安尼讲起来，阿爹假使来从你的亲情来配合祝福，大上你敢袂反对吼？拄你的终身大事，本来就是应该由阿爹你做主。安尼好，我就选择一个良时吉日，互恁成亲。
夫人，小姐，今仔日是咱两个好日子，是安怎？你还阁叫我小姐咧？我今后咱就是夫妻。无咯，小姐，我袂用去带你的。啊？小姐，我不应该答应这桩的婚事，我唔对，我实在唔对，我不应该欺骗恁老爸。夫人，你这话是安怎讲？我唔是主妇，我叫做主妻。我袂怪你，我会甲阿爹讲，害人到陈家庄去探听苗娘的下落。我会惊害我。你个囝嘛，就走我都唔知。我会惊害我。
我就无抱你的囝，我就无娶你的囝，你的囝嘛是甲我唔知，你叫苗牛啊，不是我，你错了，对啦，苗牛啊。